再立戰功，卻換嚟一個臨時工。話說劉備三兄弟帶住自己嗰幾百個鄉勇，連夜趕去投靠中郎將朱。朱粉人就比董卓好得多，一見到劉備呢位皇室後裔，又聽聞佢哋喺大慶山一戰成名，即刻好客氣咁收留咗佢哋，一齊合兵進攻紮根喺縣城嘅黃巾賊首領趙王、韓忠同孫仲。呢一仗，三兄弟真係幫到開行。黃巾賊雖然人多，但邊度頂得住關二哥把82根青龍偃月刀同埋張飛把丈八蛇矛。三兄弟一馬當先，衝入敵陣，好似開土豆機咁，將黃巾賊殺到鬼哭神號。劉備更係親自拉弓，一箭將賊首孫仲射落馬下，縣城一破，黃巾之亂主力基本上被平定得七七八八。朱大喜，班師回朝，上奏朝廷表揚各路功臣。朱自己升咗做車騎將軍，河南尹。而劉備呢，因為朝廷入面冇太監幫佢打關係，等咗一排，最後只批咗個極其卑微嘅官職，俾佢定州中山府安喜縣縣尉。縣尉係咩概念？用現代話講，大概就係一間偏遠警署嘅副警長，或者負責治安嘅基層公務員。雖然官職細到好似粒沙，但劉備份人好知足，同關羽、張飛講：兄弟，雖然官細，但起碼有個正式落腳點，可以為老百姓做點事。於是三兄弟解散咗大部隊，只帶住20幾個親隨，老老實實去安喜縣反攻。去到安喜縣，劉備真係將仁義做到極致。佢做咗4個多月，唔貪污，唔受賄，對老百姓好到不得了，甚至同普通村民一齊食飯傾偈。安喜縣嘅治安變得前所未有咁好。關羽同張飛雖然是大材小用，但見大哥開開心心，佢哋亦好盡責咁每日巡邏，維持治安。這段日子算係三兄弟難得嘅平靜時光。但係亂世邊有咁多安穩日子過？朝廷好快就派咗一個搞屎棍落嚟，即政黑幕。張飛怒鞭督郵。有一日，朝廷發出通知，話因為全中國多咗好多靠打黃巾賊而升官嘅人，朝廷懷疑當中有好多水分，於是派咗一批督郵，即是中央巡視員、監察官落去各個縣，專門裁減嗰班冇背景、冇實力嘅基層官員。嚟到安喜縣嘅督郵，生得一臉橫肉，眼角生喺額頭度。佢一進城，劉備就帶住關羽、張飛極其恭敬咁喺城門口迎接。劉備甚至對佢90度鞠躬。點知呢個督郵連馬都唔落，高傲地用馬鞭指住劉備：你就係劉縣尉啊！劉備卑躬屈膝，正係下官劉備。督郵冷哼一聲，直接住進了縣裏最高級嘅驛館。劉備去驛館參宴，坐喺床上面嘅督郵突然一巴掌拍喺台上，大喝：劉備，你老老實實交代，你話自己係漢室宗親，又話打賊立功，係咪全部編造出嚟欺騙朝廷？依家朝廷要裁減你呢種濫竽充數嘅小官。劉備好無奈，只能夠低聲下氣話：下官句句屬實，安喜縣嘅老百姓都可以作證。督郵揮一揮手，收聲落去。劉備走出驛館，個心沉晒。這時候，驛館嘅本地手下偷偷跑嚟同劉備講：劉縣尉，你太老實啦，呢個督郵根本唔係嚟查案，佢係嚟要索取賄賂攞油水㗎。只要你送幾百兩銀子俾佢，佢返去就會幫你寫好報告。如果你唔送，你個官位就保唔住啦。劉備聽完嘆咗口氣：我平日愛護百姓，連一分一毫都唔敢多收，依家手頭上一條毛都冇，邊有錢賄賂佢？另一邊廂，督郵見劉備冇送錢嚟，大怒，即刻串通縣裏嘅小吏，強迫佢哋寫黑材料誣告劉備欺壓百姓。督郵甚至將那班小吏綁喺驛館大堂入面嚴刑拷打，逼佢哋簽字。好啦，高潮嚟啦！呢個時候，三弟張飛啱啱喺外面飲完幾杯悶酒，
騎住馬行過驛館門口，佢見到一大班安喜縣嘅老百姓圍喺驛館門口，個個喺度喊。張飛勒停匹馬，大聲問：喂，你哋喺度喊咩啊？老百姓一見係張將軍，紛紛跪倒。張將軍，那個壞蛋督郵逼朝廷小吏寫黑材料，害劉縣尉，我哋想入去求情，但被看門嘅兵丁打咗出嚟啊！張飛聽完，那一對炮眼擦一聲完晒，口中嘅鋼牙咬到加吱作響，胸中那股怒火好似火山爆發咁，直接衝上天靈蓋。哇啊！死閹賊，死貪官，竟然欺負到我大哥頭上！張飛翻身落馬，分開人群，大步衝進驛館。那幾個看門嘅兵丁想攔佢，張飛一巴掌一個，好似拍蒼蠅咁將佢哋拍飛。張飛直接衝入內堂，只見督郵正威風凜凜咁坐喺上面，而幾個本地小吏被打到皮開肉綻。督郵一見張飛衝進來，大喊：你係咩人？咁闖公堂？張飛邊度同佢廢話，一個箭步衝上去，好似鷹爪雞仔咁，一把揪住督郵嘅頭髮，用力一扯，直接將督郵由高堂上整個人拖落地下。督郵嚇到大叫：救命啊！造反啊！張飛根本唔理，好似拖死狗咁，一路將督郵由驛館大堂沿路拖到去縣衙門口嘅一棵柳樹前面。張飛將督郵死死綁喺柳樹上面，順手卸下咗一紮粗壯嘅柳條。張飛一邊咬牙切齒，一邊揮動柳條，劈頭蓋臉咁抽落去，啪啪啪！張飛一邊打一邊大罵：你呢個害民賊，認唔認得老子？你欺負我大哥，即係欺負我張飛。柳條打到斷晒，張飛就換一條再打。片刻之間，督郵身上件高級官服被抽到變碎布，皮開肉綻，鮮血直流。督郵由一開始嘅大罵變成痛哭哀求：將軍饒命啊，皇叔饒命啊！這時候劉備喺縣衙聽到外面吵鬧，急急腳跑出來一看，驚到下巴都差點掉落嚟。三弟，你住手！你喺度做咩啊？張飛一邊索氣一邊大喊：大哥，呢種害民賊，唔打死佢留返嚟拜啊！打死佢，老子頂罪！這時候二哥關羽亦提着大刀行過嚟，冷冷地睇住綁喺樹上好似隻死豬咁叫嘅督郵。關羽向劉備抱拳，平靜但充滿殺氣咁話：大哥，我哋兄弟三人立下大功，卻只得到呢個芝麻綠豆官，今日仲要受呢種小人嘅鳥氣。依家既然三弟已經打咗佢，依我睇，只擊從中，非妻鸞鳳之所，意思係安喜縣呢個爛地方根本唔配留住我哋呢幾條龍鳳，不如殺咗呢個督郵，掛印辭官，我哋兄弟回鄉再作打算。劉備到底是個仁慈嘅人，看着快被打死嘅督郵，心軟啦。佢喝住張飛，然後走上前，將身上那一枚縣尉印綬即是官印解落嚟，直接掛喺督郵嘅頸上面。劉備拍一拍督郵塊面，冷冷地話：你本來罪該萬死，今日睇在朝廷份上，我留你一條狗命。呢個官印我還給朝廷，老子唔幹啦。說完，三兄弟轉身帶着20幾個親隨，一把火都費事燒，直接上馬離開了安喜縣。洛陽大地震，十常侍與大將嘅死鬥。督郵活住逃回洛陽，當然係加鹽加醋，向朝廷告狀，話劉備造反。朝廷於是發出通緝令，三兄弟唯有四處流浪。後來去到代州投靠了劉恢。劉恢見劉備是人才，又幫手打過賊，於是秘密向大將軍何進推薦，最後免去了劉備嘅罪名，改任為下密丞。後來又升做高堂尉。雖然官職轉來轉去，但三兄弟總算在亂世中保住了命。好啦，鏡頭依家要由偏遠嘅鄉下轉去成個大漢帝國嘅權力核心首都洛陽。此時嘅洛陽正醞釀住一場驚天動地嘅政治大風暴。
中平6年公元189年4月，那個生得一世糊塗嘅漢靈帝，終於病入膏肓，就快玩完啦。靈帝快死嘅時候，後宮發生了嚴重的奪嫡之爭。皇太后支持嘅係大王子劉辯，佢嘅舅父就係當朝大將軍何進，而靈帝自己私底下其實比較中意聰明伶俐嘅二王子劉協，即是後來的漢獻帝。靈帝甚至臨終前拉住太監首領簡碩隻手，流住淚話：朕把劉協交俾你，你一定要立佢做皇帝。簡碩是十常侍入面掌握兵權嘅太監。靈帝一斷氣，簡碩心諗要立劉協，必須先殺掉劉協嘅大靠山大將軍何進。於是簡碩設下了一個極其惡毒嘅陷阱，佢派人去大將軍府傳口，話皇帝有秘密遺詔，請大將軍何進一個人火速入宮商量。何進呢個人出身其實非常低微，佢本來係個豬佬屠夫，純粹因為佢同父異母嘅妹妹生得靚，入宮做咗皇后。何皇后佢才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做到了大將軍這個最高軍事首領。所以何進打仗謀略都好一般，份人仲好膽小。何進一聽皇帝召見，就想動身入宮。這時候主簿陳琳以及當時擔任師弟校尉嘅超級豪門公子袁紹字本初走出來攔住何進。袁紹兩隻眼一米，沉聲話：大將軍，千萬不可入宮。依家靈帝剛剛駕崩，宮內嘅太監簡碩肯定想謀害你，你依家入去，等於自投羅網，送人頭。何進嚇到滿頭大汗，咁點算啊？大漢江山不可一日無主啊！袁紹不愧是四世三公嘅少爺，做事極其果斷，大喊一聲：大將軍放心，你依家先不要入宮，召集我哋本部兵馬，直接帶兵護送大將軍入宮，一邊保護大王子劉辯登基，一邊將宮入面那班死太監斬草除根。何進一聽有軍隊保護，個膽即刻大晒。好，聽本初嘅。袁紹、曹操、何進等人當即帶着大批御林軍，全副武裝，殺氣騰騰咁衝進宮內。喺溫德殿前，何進扶着大王子劉辯坐上龍椅，文武百官高呼萬歲。何太后正式升做皇太后，臨朝聽政。那邊廂太監簡碩發現何進帶兵殺入宮，知計劃失敗，嚇到躲進皇宮嘅後花園。結果佢平時嘅好兄弟十常侍入面嘅趙忠、郭勝等人為了自保，竟然出賣佢。郭勝衝入花園，一刀斬殺了簡碩，然後將簡碩手下嘅兵權全部交給何進，大功告成。袁紹見到簡碩死咗，即刻向何進進言：大將軍，依家兵權喺你手，十常侍內部已經分化，正所謂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趁今日呢個大好機會，我帶兵將宮內幾千個太監不分老少全部斬殺，徹底清理朝廷。何進覺得有道理，正想落命令，點知宮入面嘅張讓、趙忠呢班老狐狸一收到風，即刻帶着大批金銀財寶，跑到何太后依家嘅何皇太后面前，跪喺地下瘋狂掌嘴，喊到眼淚鼻涕一齊流。太后娘娘饒命啊！當初想害大將軍嘅只有簡碩一個人，我哋其他公公根本唔知情啊！依家大將軍要殺晒我哋，求太后娘娘救命啊！何太后是個沒見過世面嘅女人，平日又收開呢班太監嘅賄賂，心軟啦。佢即刻宣何進入宮，同何進講：哥哥，我哋出身寒微，如果唔係公公們幫手照顧，邊有今日？簡碩已經死咗，你何必把其他公公趕盡殺絕呢？何進這個人最致命嘅缺點就係耳仔軟，冇主見。佢一聽妹妹咁講，即刻覺得妹妹講得啱。佢走出宮，同袁紹講：本初啊，簡碩已經死咗，佢嘅同黨亦滅咗，其他太監就算啦，唔好殺啦。袁紹一聽，
氣到差點吐血，大喊：大將軍，呢班太監把持朝政幾十年，依家唔殺，以後一定會被佢哋反咬一口啊！何進擺一擺手：本初，你太敏感啦，本將軍大權在握，佢哋能掀起咩風浪？袁紹無奈，唯有搖頭嘆氣。身旁嘅曹操此時冷笑一聲，講出了一句金句：想殺這班太監，只需要一個玉吏就夠啦，何必搞到滿城風雨？但大將軍依家猶豫不決，我看大將軍日後一定會大難臨頭。瘋狂的劇本，引狼入室。何進不聽袁紹、曹操嘅勸告，風暴果然好快又嚟。宮入面除了何太后，仲有一個董太皇太后，靈帝嘅阿媽，支持二王子劉協。這兩個女人喺後宮展開了大媽級嘅世紀對罵。董太后倚仗哥哥驃騎將軍董trọng，何太后倚仗哥哥何進。最後何進下手更狠，直接派兵抄了董重的家，逼到董重自殺，同時將董太皇太后趕出洛陽，秘密用毒藥毒死咗佢。十常侍張讓、趙忠等人見董太后派系完蛋，知道下一個就輪到自己，於是佢哋更加百般討好何太后，日日喺何太后耳邊講何進嘅壞話。袁紹收到風，再次去揾何進。大將軍，董太后死咗，十常侍在外面流傳，話係你害死董太后。依家如果不殺盡這班太監，將來天下人一定會造反。何進這陣子又覺得袁紹講得對，但我妹妹何太后死活不肯下旨，我總不能強行入後宮殺人吧。袁紹在情急之下，竟然出了一個中國歷史上最愚蠢、最瘋狂、最致命嘅餿主意。袁紹跟何進講：大將軍，既然何太后唔肯下旨，不如咁，我哋發秘密聖旨，召集外地嘅各路諸侯、軍閥，叫佢哋帶領大軍開進洛陽外圍，擺出清君側、殺太監嘅架勢。到時候大軍壓境，何太后被嚇到，自然會同意我哋殺盡太監。何進一聽，拍手叫好：哇！本初呢招妙啊！即刻發令。就喺呢個時候，主簿陳琳走出來，臉色蒼白，大喊：大將軍，不可，千萬不可啊！呢個做法等於引狼入室。大將軍依家手握御林軍，想殺太監，就好像用猛火燒一條頭髮咁簡單，如鴻臚燎毛髮。你依家召集外地軍閥帶兵入京，嗰班軍閥個個心懷意志，佢哋一旦入咗洛陽，就好像把老虎引入羊群一樣，到時候大局邊度重，由得你控制。何進大怒：你懂個屁！你個膽細過老鼠！本將軍自有分寸。旁邊嘅曹操亦哈哈大笑，搖頭講：何進啊何進，亂天下者必此舉也。但何進完全唔聽。在眾多被召集嘅外地軍閥入面，有一個人此時正駐守在西北涼州，手握10萬殘暴不仁嘅西涼鐵騎。這個人就是當年在廣中被黃巾賊打到落荒逃走，被劉備三兄弟救過一命，卻極其傲慢嘅董卓，字仲永。董卓在西北收到何進嘅秘密聖旨，一對陰險嘅眼睛咪成了一條線。佢哈哈大笑，對心腹謀士李儒講：天助我也！何進這個豬佬開了個大門俾我，老子等咗呢個機會好耐啦！傳令落去，10萬西涼大軍即刻起程進京平亂。歷史嘅巨輪因為何進嘅一個愚蠢決定徹底失控。西涼野狼董卓正帶着滾滾沙塵、無盡嘅血腥與殺戮向洛陽狂奔而來。好啦，今日呢回就講到呢度，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睇到呢度嘅都係真兄弟、真姊妹。如果你中意聽我用最貼地嘅廣東話俗語講三國，覺得聽得過癮嘅話，依家就動一動你嘅金手指，幫手點讚 like、share 俾你班手足，同埋最緊要訂閱 subscribe 埋我，開埋個小鈴鐺。
咁先可以第一時間返嚟繼續追看。仲有啊，睇完今日呢集，你哋心入面有冇咩諗法，或者有邊個細節想知多啲，即刻喺下面留言話我知。無論你係想討論邊個武將最強，某個計謀係咪真係咁神，定係對《三國演義》有任何奇難雜症嘅問題，通通寫晒落評論區。我哋之後嘅影片除咗講古，亦會親自出嚟為大家解答三國嘅各種大細難題。多多留言，一齊吹水。我哋下集古仔仲精彩，同你唔見不散。拜拜。